英老师甲陈淑珠老师，甲咱教一下，赶快无声。有啦。迄个大家国小音啊，哈，因今仔日要演出的哦。哦，迄第一个迄个讲。胖特。我不要发音歹势，我的母语是台语哦，胖跳，歹势啊！好来，老师你加搞好，老师。各位来宾，大家好吼！啊，阮是客家老师了，阮客人较不要讲吼。啊，今日阮是带那个大家国小，在河滨公园那个大家国小的一群学生，这些学生嘛是迄个阮戏剧团的团员。好，那他们每年都有参加戏剧。那今天我们就带来客家的棚头，就是我们国语说的顺口溜。好，客家话叫蚌头。那我们学一下好不好？蚌头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今天介绍这个顺口溜三首，然后我们后面会呈现给大家的是3首客家歌曲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客家的国歌，就是客家本色。好，客家本色哈，大家应该都听得很熟悉了。啊，还有一个是仙人掌，啊，还有一个是土地公土地婆叫棒公棒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，还有在这里恭祝当然教师节过了哈，恭祝全国的老师们哈教师节快乐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皮张张，旁离，开然后。到心上不可以，心上高乃哆来咪，乃到心上变大气，阿爸看到看看起，唉，上面爱是给了高，谁家哪次用哪高，阿妹今后是菜包。阿爸不言这你好，做菜做工身体好，看到也苗会很多，阿公看到心懊恼，阿婆将来是先头，哈哈哈哈。心。